無上甚深微妙法，8000萬劫難遭遇。我今見聞得受持，願解如來真實義。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上，唐于田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忉利天宮神通品第一。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忉利天為母說法，爾時十方無量世界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及大菩薩摩訶薩皆來集會，讚歎釋迦牟尼佛能於五濁惡世現不可思議大智慧神通之力，調伏剛強眾生知苦樂法。各顯示者問訊世尊，是時如來含笑放8000萬億大光明雲。所謂大圓滿光明雲、大慈悲光明雲、大智慧光明雲、大般若光明雲、大三昧光明雲、大吉祥光明雲、大福德光明雲、大功德光明雲、大皈依光明雲、大讚歎光明雲，放如是等不可說光明雲耳。又出種種微妙之音，所謂檀波羅蜜音、尸波羅蜜音、闡提波羅蜜音、毗梨耶波羅蜜音、禪波羅蜜音、般若波羅蜜音、慈悲音、喜捨音、解脫音、無漏音、智慧音、大智慧音、獅子哮音、大獅子哮音、雲雷音、大雲雷音，出如是等不可說不可說音耳。娑婆世界及他方國土，有無量億天龍鬼神，亦集到忉利天宮。所謂四天王天、忉利天、須閻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眾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陰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偏淨天、福生天、福愛天、廣果天、無想天、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摩醯首羅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一切天眾龍眾鬼神等眾皆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海神、江神、河神、樹神、山神、地神、川澤神、妙駕神、晝神、夜神、空神、天神、飲食神、草木神，如是等神皆來集會。復有他方國土及娑婆世界，諸大鬼王，所謂惡目鬼王、淡血鬼王、淡精氣鬼王、淡胎卵鬼王、行病鬼王、攝毒鬼王、慈心鬼王、福利鬼王、大愛敬鬼王，如是等鬼王皆來集會。爾時釋迦牟尼佛告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摩訶薩，汝觀是一切諸佛菩薩及天龍鬼神，此世界他世界，此國土他國土，如是今來集會到忉利天者，汝知數否？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若以我神力千劫測度，不能得知。佛告文殊師利：吾以佛眼觀故，猶不盡數。此皆是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已度、當度、未度；已成就、當成就、未成就。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我以過去久修善根，正無礙智。聞佛所言，即當信受。小果聲聞、天龍八部及未來世諸眾生等，雖聞如來誠實之語，必懷疑惑，切小頂受，未免輕謗。唯願世尊廣說地藏菩薩摩訶薩因地作何，行立何願，而能成就不思議事。佛告文殊師利：譬如3000大千世界，所有草木叢林、稻麻竹葦、山石微塵，一物一數作一恒河，一恒河沙，一沙一界，一界之內一塵一劫，一劫之內所積塵數盡充為劫。地藏菩薩證十地果位以來，千倍多於上喻，何況地藏菩薩在聲聞辟支佛地？文殊師利，此菩薩威神誓願不可思議。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菩薩名字，或讚歎，或瞻禮，或稱名，或供養，乃至彩畫刻柳塑漆形象，此人當得百返身於33天，永不墮惡道。文殊師利，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過去久遠不可說劫前，身為大長者子，
時世有佛，號曰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時長者子見佛相好，千福莊嚴，因聞彼佛作何行願而得此相？時獅子奮迅具足萬行如來告長者子：欲證此身，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眾生。聞殊師利，時長者子因發願言：我今盡未來際不可計劫，為是罪苦六道眾生廣設方便，盡令解脫，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以是於彼佛前立施大願，於今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劫，尚為菩薩。由於過去不可思議阿僧祇劫，時世有佛號曰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彼佛壽命400千萬億阿僧祇劫。像法之中有一婆羅門女，宿福深厚，眾所欽敬，行住坐臥諸天衛護。其母信邪，常興三寶。是時聖女廣說方便，勸誘其母，令生正見。而此女母未傳生信，不久命終，魂神墮在無間地獄。是婆羅門女之母在世，不信因果，計當隨業，必生惡趣。遂賣家宅，廣求香花及諸供具，於仙佛塔寺大興供養。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其形象在一寺中，碩惑威容，端嚴不避。是婆羅門女瞻禮尊容，倍生敬仰。師自念言：佛名大覺，具一切智。若在世時，我母死後，倘來問佛，必知處所。是婆羅門女垂泣良久，瞻念如來。忽聞空中聲曰：泣者聖女，勿自悲哀。我今是與母之去處。婆羅門女合掌向空而白空曰：是何神德寬我憂慮？我自失母以來，晝夜憶念，無處可問，知母生界。時空中有聲再報女曰：我是汝所瞻禮者，過去覺華定自在王如來，見汝憶母倍於常情眾生之分，故來告示。婆羅門女聞此聲已舉身自撲，肢節皆損，左右扶持良久方蘇，而白空曰：願佛慈憫，速說我母身界。我今身心將死不久。是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告聖女曰：汝供養不但早返舍，端坐思惟吾之名號，即當知母所生去處。是婆羅門女尋禮佛已，即歸其所，以憶母故，端坐念覺華定自在王如來。經一日一夜，忽見自身到一海邊，其水湧忽，多諸惡獸盡伏鐵身，飛走海上，東西馳逐。見諸男子女人百千萬數出沒海中，被諸惡獸爭取食啖。又見夜叉其形各異，或多手多眼多足多頭，口牙外出，利刃如劍，驅諸罪人使近惡獸，復至膊腹，頭足相就，其形萬類，不敢久視。是婆羅門女以念佛力故，自然無懼。有一鬼王名曰無毒，稽首來迎白勝女曰：善哉菩薩，何緣來此？是婆羅門女問鬼王曰：此是何處？無毒答曰：此是大鐵圍山西面第一重海。聖女問曰：我聞鐵圍之內地獄在中，是事實否？無毒答曰：實有地獄。聖女問曰：我今云何得到獄所？無毒答曰：若非威神，即須業力，非此二事，終不能到。聖女又問：此水何緣乃至湧忽？多諸罪人及以惡獸。無毒答曰：此是閻浮提造惡眾生，生死之者經49日後，無人計自為作功德，救拔苦難。生時又無善因，當據本業所感地獄，自然先度此海。海東10萬由旬，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彼海之東，又有一海，其苦復倍。三業惡因之所招感，共號業海，其處是也。聖女又問鬼王無毒曰：地獄何在？無毒答曰：三海之內是大地獄，其數百千，各各差別。所謂大者，具有18次，有500苦無量次，有千百亦無量苦。聖女又問大鬼王曰：我母死來未久，不知魂神當至何趣？鬼王問聖女曰：菩薩之母在生習何行業？聖女答曰：我母邪見，譏毀三寶，設惑暫信，船遊不敬，死須日淺，未知生處。無毒問曰：
菩薩之母姓氏何等？聖女答曰：我父我母俱婆羅門種，父號尸羅善現，母號月帝利。無獨合掌啟菩薩曰：願聖者卻返本處，無志憂益悲念。月帝利罪女生天以來，經今3日，宏成孝順之子為母，設供修福，布施國花定，自在王如來塔子。非為菩薩之母得脫地獄，應是無間罪人，此日悉得受樂，趨同身屹。鬼王言畢，合掌而退。婆羅門女尋如夢歸，吾此時已，便於國花定自坐王如來塔像之前，立宏誓願：願我盡未來劫，應有罪苦眾生，廣設方便，使令解脫。佛告文殊師利：是鬼王無毒者，當今才守菩薩事。婆羅門女者，即地藏菩薩是。分身集會品第2，爾時8000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獄處，分身地藏菩薩，俱來集在忉利天宮，以如來神力故，各以方面與諸得解脫從業道出者，亦各有千萬億，那由他數，共持香花來供養佛。彼諸同來等輩，皆因地藏菩薩教化，永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眾等久遠劫來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暫無休息。以地藏菩薩廣大慈悲心誓願故，各獲果證，記至忉利心懷踴躍，瞻仰如來目不暫捨。而是世尊書金色臂，摩8000萬億不可思、不可議、不可量、不可說，無量阿僧祇世界，諸分身地藏菩薩摩訶薩頂，以作是言：吾於五濁惡世教化如是剛強眾生，令心調伏，捨邪歸正。十有一二上惡雜在，吾亦分身千百億，廣設方便。或有利根聞即信受，或有善果勤勸成就，或有暗鈍久化方歸，或有業重不生敬仰。如是等輩眾生，各各差別分身度脫。或現男子身，或現女人身，或現天龍身，或現神鬼身，或現山林川原河池泉井，利及於人，悉皆度脫。或現天帝身，或現梵王身，或現轉輪王身，或現居士身，或現國王身，或現宰父身，或現官屬身，或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身，乃至聲聞羅漢、辟支佛菩薩等身，而以化度。非但佛身獨現其前，如觀吾累劫勤苦度脫如是等難化剛強眾生。其有未調伏者，隨業報應，若墮惡趣，受大苦時，汝當憶念吾在忉利天宮殷勤付囑，令娑婆世界自彌勒出世以來，眾生悉使解脫，永離諸苦，如佛受記。而是諸世界分身地藏菩薩共復一形，涕淚哀念白耆佛言：我從久遠劫來蒙佛接引，使獲不可思議神力，巨大智慧。我所分身遍滿8000萬億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8000萬億身，每一身度8000萬億人，令歸敬三寶，永離生死至涅槃樂。但於佛法中所謂善事，一毛一剃一沙一塵，或毫發許，我漸度脫，使獲大利。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如是300佛言：唯願世尊不以後世惡業眾生為累。而是佛讚地藏菩薩言：善哉善哉，吾坐與喜。如能成就久遠劫來發宏誓願，廣度將畢，即證菩提。觀眾生業緣品第3。而是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問地藏菩薩言：聖者，閻浮眾生造業差別，所受報應，其事云何？地藏答言：千萬世界乃及國土，或有地獄，或無地獄；或有女人，或無女人；或有佛法，或無佛法，乃至聲聞辟支佛，亦復如是。非但地獄罪報一等。摩耶夫人重白菩薩：且願聞於閻浮罪報所感惡趣。地藏答言：聖母唯願聽受，我粗說之。佛母白言：願聖者說。而是地藏菩薩白聖母言：南閻浮提罪報名號如是。若有眾生不孝父母，或致殺害，
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出佛身血，毀謗三寶，不敬尊經，亦當墮於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侵損常住，玷污僧尼，或騎男內肆行淫欲，或殺或害，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偽作沙門，心非沙門，破用常住，欺誑白衣，違背戒律，種種造惡，如是等輩，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若有眾生偷竊常住財物，穀米飲食，衣服乃至一物不予取者，當墮無間地獄，千萬億劫，求出無期。地藏白言：聖母，若有眾生作如是罪，當墮五無間地獄，求暫停苦，一念不得。摩耶夫人重白地藏菩薩言：云何名為無間地獄？地藏白言：聖母，諸有地獄在大鐵圍山之內，其大地獄有18所，次有500，名號各別；次有1,000名字亦別。無間獄者，其獄城周匝8萬餘里，其城純鐵，高1萬里，城上火最，少有空缺。其獄城中諸獄相連，名號各別，獨有一獄名曰無間。其獄周匝18000里，獄牆高1000里，悉是鐵圍，上火設下，下火設上，鐵蛇鐵狗，吐火持續獄牆之上，東西而走。獄中有床，遍滿萬里。一人受罪，自見其身遍臥滿床；千萬人受罪，亦各自見身滿床上。眾業所感，獲報如是。又諸罪人備受眾苦，千百夜叉及以惡鬼，口牙如劍，眼如電光，手伏銅爪，拖曳罪人。復有夜叉執大鐵擊中罪人身，或中口鼻，或中腹背，拋空翻接，或至床上。復有鐵鷹啖罪人目，復有鐵蛇絞罪人頸，八肢節內釋下長釘，拔節耕犁，抽腸助斬，楊銅灌口，熱鐵纏身，萬死千生，亦感如是。動經億劫，求出無期。此界壞時，寄生他界，他界次壞，轉寄他方，他方壞時，輾轉相寄，此界成後，還復而來。無間罪報，其事如是。有5事業感，故稱無間。何等為5？一者，日夜受罪，以致劫數無時間絕，故稱無間。二者，一人亦滿，多人亦滿，故稱無間。三者，罪器叉棒、鷹蛇、狼犬對磨鋸鑿、錯桌鑊湯、鐵網、鐵繩、鐵驢、鐵馬、生革落手、熱鐵澆身、饑吞鐵丸、喝飲鐵汁。從年境劫數那由他，苦楚相連，近無間斷，故稱無間。四者，不問男子女人，江湖兒敵，老友貴賤，或龍或神或天或鬼，罪恨熱感，悉同受之，故稱無間。五者，若墮此獄，從初入時至8000劫，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求一念間暫住不得。除非業盡，方得受身，以此連綿，故稱無間。地藏菩薩白佛言：無間地獄粗說如是，若廣說地獄罪器等名及諸苦事，一劫之中求說不盡。摩耶夫人聞已，愁憂合掌頂禮而退。閻浮眾生業感品第4。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成佛如來威神力故，遍8000萬億世界，分是身形，救拔一切業報眾生。若非如來大慈力故，即不能作如是變化。我今又蒙佛付囑，自阿逸多成佛以來，六度眾生，顯令度脫。唯言世尊原不有慮。爾時佛告地藏菩薩：一切眾生未解脫者，性色無定，惡習結業，善習結果，為善為惡，逐境而生，輪轉五道，暫無休息。動經塵劫，迷惑障難，如遊網，將是長流，脫入暫出，猶復遭網。以是等輩唔當憂念，汝既不是往願，累劫從世，廣度罪輩，唔復何慮。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定自在王，白佛言：
世尊地藏菩薩累劫以來各發何願？今蒙世尊殷勤讚歎，唯願世尊略而說之。爾時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薩：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乃往過去無量阿僧祇那由他不可說劫。爾時有佛號一切智成就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其佛壽命6萬劫，未出家時為小國王，與一鄰國王為友，同行十善饒益眾生。其鄰國內所有人民多造眾惡，二王以計廣設方便。一王發願早成佛道，當度士輩，令使無餘。一王發願，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樂，得至菩提，我終未願成佛。佛告定自在王菩薩：一王發願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來事；一王發願永度罪苦眾生，未願成佛者，即地藏菩薩事。復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淨蓮華目如來。其佛壽命40劫，像法之中有一羅漢，福度眾生，因此教化與一女人，自若光目，切食供養。羅漢問之欲緣何等？光目答言：我以母亡之日知福救拔，未知我母身處何趣。羅漢聞之，為入定觀，見光目女母墮在惡趣，受極大苦。羅漢問光目言：汝母在生作何行業？今在惡趣受極大苦。光目答言：我母所習為好食啖魚鱉之熟，所食魚鱉多食其子，或炒或煮，事情食啖，計其命數千萬復倍。尊者慈憫，如何哀救？羅漢聞之，為作方便，勸光目言：汝可自成念清淨蓮華目如來，兼塑畫形象，存亡獲報。光目聞已，即捨所愛，尋畫佛像而供養之。復恭敬心，悲泣瞻禮。忽於夜後，夢見佛身，金色晃耀，如須彌山放大光明，而告光目：汝母不久當生乳家，才覺飢寒，即當言說。其後家內彼生一子，未滿3日，而乃言說。皆首悲泣，告於光目：生死業緣，果報自受。吾是汝母久處暗冥，自別汝來累墮大地獄，蒙餘福力，方得受生為下賤人。又復短命，壽年13，更落惡道。汝有何計，令吾脫免？光目聞說，知母無疑，謹焉悲啼而白婢子：既是我母，合知本罪，作何行業，墮於惡道？婢子答言：以殺害毀罵二業受報，若非蒙福救拔吾難，已是業故，未合解脫。光目問言：地獄罪報其是云何？婢子答言：罪苦之事不忍稱說，8000歲中卒白難境。光目聞已，涕淚號泣而白空界：願我之母永脫地獄，不13歲更無重罪及力惡道。十方諸佛慈哀憫我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若得我母永離三途及施下賤，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我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8000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境，我然後方成正覺。發誓願以據聞清淨蓮華目如來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憫，善能為母發如是大願。吾觀汝母13歲不捨此報已，生為梵志，壽年100歲。過是報後，當生無憂國土，壽命不可計劫，後成佛果，廣度人天，數如恒河沙。佛告定自在王：爾時羅漢福度光目者，即無盡意菩薩事；光目母者，即解脫菩薩事；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薩事。過去久遠劫中，如是慈憫發恒河沙願，廣度眾生。未來世中，若有男子女人不行善者、行惡者，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語者、兩舌惡口者、毀謗大乘者，如是諸業眾生必墮惡趣，
若遇善知識勸令一彈指間歸依地藏菩薩，是諸眾生即得解脫三惡道報。若能至心歸敬及瞻禮讚歎香花衣服種種珍寶或服飲食如是奉事者，未來8000萬億劫中常在諸天受勝妙樂。若天福盡下生人間，由8000劫常為帝王，能益宿命因果本末。定自在王如是地藏菩薩有如此不可思大威神力廣利眾生，汝等諸菩薩當記是經廣宣漏報。定自在王白佛言：世尊願不有慮，我等千萬億菩薩摩訶薩必能成佛威神廣演是經，於閻浮提利益眾生。定自在王菩薩白世尊以合掌恭敬作禮而退。而是四方天王驅從坐起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薩於久遠劫來發如是大願，宏何至今猶度未絕，更發廣大誓言，唯願世尊為我等說。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吾今為汝及未來現在天人眾等廣利益故，說地藏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內生死道中慈哀救拔度脫一切罪苦眾生方便之事。四天王言：唯願世尊願樂欲聞。佛告四天王：地藏菩薩久遠劫來屹至於今度脫眾生猶未不願，慈憫此世諸苦眾生。復觀未來無量劫中因慢不斷，以是之故猶發重願。如是菩薩於娑婆世界閻浮提中8000萬億方便而為教化。四天王地藏菩薩若遇殺生者，說宿殃短命報；若遇竊盜者，說貧窮苦楚報；若遇邪淫者，說雀鴿鴛鴦報；若遇惡口者，說眷屬鬥爭報；若遇毀謗者，說無舌瘡口報；若遇珍貴者，說醜陋龍殘報；若遇慳吝者，說所求違願報；若遇飲食無道者，說飢渴煙餅報；若遇田獵事情者，說驚狂喪命報；若遇背逆父母者，說天地災殺報；若遇燒山林木者，說狂迷取死報；若遇前後父母惡毒者，說翻山鞭撻現受報；若遇妄報身初者，說骨肉分離報；若遇毀謗三寶者，說盲聾瘖啞報；若遇輕發慢教者，說永處惡道報；若遇破用常住者，說億劫輪迴地獄報；若遇污梵無諍者，說永在畜生報；若遇湯火斬灼傷生者，說輪迴替上報；若遇破戒犯齋者，說禽獸飢餓報；若遇非禮毀用者，說所求決絕報；若遇無我貢高者，說卑使下賤報；若遇兩舌鬥亂者，說無舌百舌報；若遇邪見者，說邊地受生報。如是等閻浮提眾生身口意業惡習結果8000報應，今粗略說。如是等閻浮提眾生業感差別，地藏菩薩8000方便而教化之。是諸眾生先受如是等報，後墮地獄，動經劫數無有出期。是故汝等護人護國，無令是諸眾業迷惑眾生。四天王聞已，涕淚悲嘆，合掌而退。如來慈憫轉大法輪，婆羅門女救慈親，國花度迷津，摩耶夫人請問地藏因。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中，唐于田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地獄名號品第5。爾時普賢菩薩摩訶薩白地藏菩薩言：仁者願為天龍四眾及未來現在一切眾生，說娑婆世界及閻浮提罪苦眾生所受報處、地獄名號及惡報等事，使未來世末法眾生知是果報。地藏答言：仁者，我今成佛威神及大士之力，略說地獄名號及罪報之事。仁者，閻浮提東方有山，號曰鐵圍，其山黑卒，無日月光。有大地獄，號極無間，又有地獄名大阿鼻，復有地獄名曰四角，復有地獄名曰飛刀，復有地獄名曰火箭，復有地獄名曰夾山，復有地獄名曰通窗，復有地獄名曰鐵車，復有地獄名曰鐵床，復有地獄名曰鐵牛，復有地獄名曰鐵衣，復有地獄名曰千人，
復有地獄名曰鐵爐，復有地獄名曰佯銅，復有地獄名曰抱柱，復有地獄名曰流火，復有地獄名曰耕舌，復有地獄名曰錯手，復有地獄名曰燒腳，復有地獄名曰淡眼，復有地獄名曰鐵丸，復有地獄名曰爭論，復有地獄名曰鐵符，復有地獄名曰多珍。地藏白言：仁者，鐵圍之內有如是等地獄，其數無限，更有叫喚地獄、拔舌地獄、糞尿地獄、銅鎖地獄、火象地獄、火狗地獄、火馬地獄、火牛地獄、火山地獄、火石地獄、火床地獄、火梁地獄、火鷹地獄、鋸牙地獄、剝皮地獄、飲血地獄、燒手地獄、燒腳地獄、倒刺地獄、火屋地獄、鐵屋地獄、火狼地獄，如是等地獄，其中各各復有諸小地獄，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乃至百千，其中名號各各不同。地藏菩薩告普賢菩薩言：仁者，此皆是南閻浮提行惡眾生，業感如是，業力甚大，能敵須彌，能深巨海，能障聖道。是故眾生莫輕小惡，以為無罪，死後有報，纖毫受之。父子至親，其老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我今成佛威力，略說地獄罪報之事，唯願仁者暫聽是言。普賢答言：吾以久之三惡道報，望仁者說，令後世沒法一切惡行眾生聞仁者說，使令歸佛。地藏白言：仁者，地獄罪報其事如是。或有地獄取罪人舌，使牛耕之；或有地獄取罪人心，夜叉食之；或有地獄霍湯成窟，煮罪人身；或有地獄赤燒銅柱，使罪人抱；或有地獄使諸火燒，趁及罪人；或有地獄一向寒冰；或有地獄無限糞尿；或有地獄純非蒺藜；或有地獄多轉火槍；或有地獄圍撞胸背；或有地獄彈燒手足；或有地獄盤絞鐵蛇；或有地獄驅逐鐵狗；或有地獄盡駕鐵雷。仁者，如是等報，各各獄中有百千種業道之器，無非是銅是鐵是石是火，此四種物。眾業行感，若廣說地獄罪報等事，一一獄中更有百千種苦楚，何況多獄？我今成佛威神及仁者問，略說如是。若廣解說，窮劫不盡。如來讚歎品第六。爾時世尊舉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萬億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出大音聲，普告諸佛世界一切諸菩薩摩訶薩及天龍鬼神人非人等，聽吾今日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摩訶薩於十方世界現大不可思議威神慈悲之力，救護一切罪苦之事。吾滅度後，與等諸菩薩大士及天龍鬼神等，廣作方便維護是經，令一切眾生證涅槃樂。說是語已，會中有一菩薩名曰普廣，合掌恭敬而白佛言：今見世尊讚歎地藏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大威神德，唯願世尊為未來世末法眾生宣說地藏菩薩利益人天因果等事，使諸天龍八部及未來世眾生頂受佛語。而是世尊告普廣菩薩及四眾等：諦聽諦聽，吾當為語略說地藏菩薩利益人天福德之事。普廣白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普廣菩薩：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地藏菩薩摩訶薩名者，或合掌者、讚歎者、作禮者、念慕者，是人超越30劫罪。普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彩畫形象，或土石膠漆金銀銅鐵，作此菩薩一瞻一禮者，是人百返生於33天，永不墮於惡道。假如天福盡故，下生人間，猶為國王，不失大利。若有女人厭女人身，盡心供養地藏菩薩畫像及土石膠漆銅鐵等像，如是日日不退，常以花香飲食、衣服珍彩、從幡、錢寶物等供養。是女人盡次一部女身，8000萬劫更不生有女人世界，何況復受？除非持願力故，要受女身，度脫眾生，成施供養地藏力故及功德力。
8000萬劫不受女身。復次普講，若有女人厭是醜陋多疾病者，但於地藏像前至心瞻禮，食頃之間，是人千萬劫中所受身心相貌圓滿。是醜陋女人如不厭女身，即8000萬億身中常為王女，乃及王妃、宰父、大聖、大長者女，端正受身，諸相圓滿，由至心故。瞻禮地藏菩薩獲福如是。復次普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對菩薩像前作諸伎樂及歌詠讚歎、香花供養，乃至勸於一人多人，如是等輩，現在世中及未來世，常得8000鬼神日夜衛護，不令惡事切聞其耳，何況親受諸橫。復次普講，未來世中若有惡人及惡神惡鬼，見有善男子善女人，歸敬供養讚歎瞻禮地藏菩薩形象，或妄生譏毀，謗無功德及利益事，或露齒笑，或背面飛，或勸人共飛，或一人飛，或多人飛，乃至一念生譏毀者，如是之人賢結千佛滅度。譏毀之報，常在阿鼻地獄受極重罪，過時劫已，方受餓鬼。又經千劫復受畜生，又經千劫方得人身。縱受人身，貧窮下賤，諸根不具，多被惡業來結其心，不久之間復墮惡道。是故普講，譏毀他人供養，尚獲此報，何況別生惡見毀滅。復次普講，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久處床枕，求生求死，了不可得，或夜夢惡鬼，乃及家親，或遊險道，或多厭味，共鬼神遊，日月歲深，轉復汪際，眠中叫苦，慘淒不樂者，此皆是業道輪對，未定輕重，或難捨受，或不得遇。男女俗眼不辨是事，但當對諸佛菩薩像前，高聲轉讀此經一遍，或取病人可愛之物，或衣服寶貝莊嚴舍宅，對病人前高聲唱言：我某甲等為是病人對經像前寫諸等物，或供養經像，或造佛菩薩形象，或造塔子，或燃油燈，或施常住，如是300病人顯令聞之，假令諸色分散至氣盡者，乃至1日、2日、3日、4日至7日以來，但高聲白、高聲讀經，是人命終之後，宿殃重罪，至於5無間罪，永得解脫。所受生處常知宿命，何況是男子是女人，自書此經，或教人書，或自塑畫菩薩形象，乃至教人塑畫，所受果報必獲大利。是故普講，若見有人讀誦是經，乃至一念讚歎是經，或恭敬者，汝須百千方便勸是等人勤心莫推，能得未來現在千萬億不可思議功德。復次普講，若未來世諸眾生等，或夢或寐見諸鬼神乃及諸形，或悲或啼或愁或嘆或恐或怖，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過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屬，在於惡趣未得出離，無處希望福力救拔，當告宿世骨肉使作方便，願離惡道。普講，予以神力顯示眷屬，令對諸佛菩薩像前至心自讀此經，或請人讀，其數3遍或7遍。如是惡道眷屬，經聲不是遍數，當得解脫，乃至夢寐之中永不復見。復次普講，若未來世有諸下賤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諸不自由之人，覺知宿業要懺悔者，至心瞻禮地藏菩薩形象，乃至17日中念菩薩名，可滿萬遍。如是等人盡此報後，千萬身中常生尊貴，更不經三惡道苦。復次普講，若未來世中閻浮提內剎利婆羅門長者居士，一切人等及異性種族有生產者，或男或女，7日之中早與讀誦此不思議經典，更為念菩薩名，可滿萬遍。是生子或男或女，宿有殃報，便得解脫，安樂頤養，壽命增長。若是成福生者，轉增安樂，給予壽命。復次普講，若未來世眾生於月1日、8日、14日、15日、18日、23、24、28、29日乃至30日，
是諸日等諸罪結集，定其輕重。南閻浮提眾生舉止動念，無不是業，無不是罪，何況事情殺害、褻瀆邪淫妄語，8,000罪狀，能於是十齋日，對佛菩薩諸賢聖像前讀是經一遍，東西南北百由旬內無諸災難。當此居家若長若幼，現在未來8,000歲中永離惡趣，能於十齋日每轉一遍，現世令此居家無諸橫病，衣食豐溢。是故普廣當知地藏菩薩有如是等不可說8,000萬億大威神力利益之事。閻浮眾生於此大事有大因緣，自諸眾生聞菩薩名，見菩薩像，乃至聞是經3字、5字或一偈一句者，現在殊妙安樂。未來之世8,000萬身，常得端正身尊貴家。爾時普廣菩薩聞佛如來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已，胡跪合掌復白佛言：世尊，我久知是大事有如此不可思議神力及大誓願力，為未來眾生顯之利益，故問如來唯言頂受。世尊當何名此經？使我云何柳報？佛告普廣：此經有3名，一名地藏本願，亦名地藏本行，亦名地藏本誓力經。原此菩薩久遠劫來發大重願利益眾生，是故汝等依願流布。普廣聞已，合掌恭敬作禮而退。利益存亡品第7。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觀是閻浮眾生，舉心動念無非是罪，脫獲善利多退初心。若遇惡緣念念增益，是等輩人如履泥途，負於重石，漸困漸重，足步深卒。若得遇知識，替予減負，或傳與父，是知識有大力故，復相輔助，勸令老腳。若達平地，雖省惡路，無再經歷。世尊擇惡眾生，從纖毫間便至無量。是諸眾生有如此習，臨命終時，父母眷屬而為切腹，已知前路，或燃幡蓋及燃油燈，或轉讀專經，或供養佛像及諸聖像，乃至念佛菩薩及辟支佛名字，一名一號歷臨終人耳根，或聞在本識。是諸眾生所造惡業，計其感果，必墮惡趣。原是眷屬為臨終人修此聖因，如是眾罪悉皆消滅。若能更為生死之後7日內廣造眾善，能使是諸眾生永離惡趣，得生人天，受勝妙樂。現在眷屬利益無量。是故我今對佛世尊及天龍八部人非人等，勸於閻浮提眾生臨終之日，慎勿殺害及造惡緣，拜祭鬼神，求諸魍魎。何以故？以所殺害乃至拜祭，無纖毫之力利益亡人，但結罪緣轉增深重。假使來世或現在生，得獲聖分，生人天中。原是臨終被諸眷屬造是惡因，亦令是命中人央累對變，晚生善處。何況臨命中人在生未曾有小善根，各據本業自受惡趣，何忍眷屬更為增業？譬如有人從遠地來，絕糧3日，所負擔物強過百斤，忽遇鄰人近負小物，以是之故復轉棍重。世尊，我觀閻浮眾生，但能於諸佛教中乃至善事，一毛一剃，一沙一塵，如是利益悉皆自得。說是與時會中有一長者，名曰大辯。是長者久證無生化道十方現長者身，合掌恭敬問地藏菩薩言：大士，是南閻浮提眾生命終之後，小大眷屬為修功德，乃至設齋造眾善因，是命中人得大利益及解脫否？地藏答言：長者，我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生成佛威力略說是事。長者，未來現在諸眾生等臨命終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一辟支佛名，不問有罪無罪，悉得解脫。若有男子女人在生不修善因，多造眾罪，命終之後眷屬小大為造福利，一切聖事7分之中而乃獲一，6分功德，生者自利。以是之故，未來現在善男女等聞見自修，紛紛已獲無常大鬼不期而到，冥冥遊神未知罪福，
7日內如雌如龍，或在諸司辯論業果，審定之後具業受生，未測之間千萬受苦，何況墮於諸惡趣等？是命中人未得受生，在7日內念念之間望諸骨肉眷屬與造福力救拔，過是日後隨業受報。若是罪人動經千百歲中無解脫日，若是五無間罪墮大地獄千劫萬劫永受眾苦。復次長者，如是罪業眾生命終之後，眷屬骨肉為修營齋資助業道，未齋食境及營齋之次，米金菜葉不棄於地，乃至諸食未獻佛僧，勿得先食。如有為食及不精勤，是命中人了不得力。如精勤護淨奉獻佛僧，是命中人7分獲一。是故長者言復眾生，若能為其父母乃至眷屬命終之後設齋供養，至心勤懇，如是之人全亡獲利。說是語時，忉利天有千萬億那由他閻浮鬼神，悉發無量菩提之心，帶便長者作禮而退。閻羅王眾讚歎品第8。爾時鐵圍山內有無量鬼王與閻羅天子拘翳忉利來到佛所。所謂惡毒鬼王、多惡鬼王、大真鬼王、白虎鬼王、血虎鬼王、赤虎鬼王、散殃鬼王、飛身鬼王、電光鬼王、狼牙鬼王、千眼鬼王、擔獸鬼王、負石鬼王、主號鬼王、主禍鬼王、主食鬼王、主財鬼王、主畜鬼王、主禽鬼王、主獸鬼王、主味鬼王、主產鬼王、主命鬼王、主疾鬼王、主險鬼王、三目鬼王、四目鬼王、五目鬼王、奇利瑟王、大奇利瑟王、奇利叉王、大奇利叉王、阿那吒王、大阿那吒王，如是等大鬼王，個個與8000諸小鬼王盡居閻浮提，各有所執，各有所主。是諸鬼王與閻羅天子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拘翳忉利在一面立。爾時閻羅天子胡跪合掌白佛言：世尊，我等今借與諸鬼王成佛威神及地藏菩薩摩訶薩力，方得詣此忉利大會，亦是我等獲善利故。我今有小兒事，敢問世尊，唯願世尊慈悲宣說。佛告閻羅天子：是語所問，吾為汝說。是時閻羅天子瞻禮世尊及會試地藏菩薩而白佛言：世尊，我觀地藏菩薩在六道中8000方便而度罪苦眾生，不辭疲倦。是大菩薩有如是不可思議神通之事，言諸眾生獲脫罪報，未久之間猶墮惡道。世尊是地藏菩薩，既有如是不可思議神力，宏荷眾生而不依止善道，永取解脫。唯願世尊為我解說。佛告閻羅天子：南閻浮提眾生，其性剛強，難調難服。是大菩薩於8000劫，頭頭救拔如是眾生，早令解脫。是罪報人，乃至墮大惡趣。菩薩以方便力拔出根本業緣，而顯悟宿世之事。是閻浮提眾生結惡習重，旋出旋入，勞師菩薩久經劫數而作度脫。譬如有人迷失本家，誤入險道，其險道中多諸夜叉及虎狼獅子蚕蛇蝮蠍。如是迷人在險道中，須臾之間即遭諸毒。有一智識多解大術，善禁是毒，乃及夜叉諸惡毒等。忽逢迷人欲盡險道，而與之言：撮哉男子，為何事故而入此路？有何異術能制諸毒？是迷路人忽聞是語，方知險道，即便退步，求出此路。是善知識提携接手，引出險道，免諸惡毒，至於好道，令得安樂。而與之言：撮哉迷人，自今以後，勿理此道，此路入者，卒難得出，復損性命。是迷路人亦深感重，臨別之時，智識有言：若見親知及諸路人，若男若女，言於此路多諸毒惡，喪失性命，無令是眾自取其死。是故地藏菩薩具大慈悲，救拔罪苦眾生，身人天中，令受妙樂。是諸罪眾之業道苦，脫得出嚟，永不再歷。如迷路人誤入險道，遇善知識，引接令出，永不復入。逢見他人，復勸莫入，自然因是迷故得解脫境，更不復入。
若在你淺遊上迷誤，不覺舊塵所落險道，或致失命，如墮惡趣。地藏菩薩方便力故，使令解脫，身人天中，船又再入。若業結重，永處地獄無解脫時，而是惡道鬼王合掌恭敬白佛言：世尊，我等諸鬼王其數無量，在閻浮提或利益人，或損害人，各各不同，言是業報，使我眷屬遊行世界，多惡小善，過人家庭，或成邑聚落、莊園房舍，或有男子女人修無法善事，乃至緣一幡一蓋、小香小花供養佛像及菩薩像，乃至轉讀專經、燒香供養一舉一偈。我等鬼王敬禮是人，如過去、現在、未來諸佛斥諸小鬼，各有大力及土地分，便令維護，不令惡事橫事、惡病橫病，乃至不如意事近於此舍等處，何況入門？佛讚鬼王：善哉善哉！汝等及汝閻羅能如是擁護善男女等，吾亦高梵王帝釋令維護汝。說是語時，會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白佛言：世尊，我本業緣主閻浮人命，生時死時我皆主之。在我本願甚欲利益，自是眾生不會我意，致令生死俱不得安。何以故？是閻浮提人初生之時，不問男女，或欲生時，但作善事，增益社稷，致令土地無限歡喜，擁護子母，得大安樂，利益眷屬，或以身下慎勿殺害，取諸鮮味，供給產母及廣聚眷屬，飲酒食肉，歌樂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樂。何以故？是產難時，有無數惡鬼及魍魎精魅，欲食腥血。是我早令舍稷土地，令其呵護子母，使令安樂而得利益。如是之人見安樂故，便合切腹，踏諸土地，翻為殺害，聚集眷屬。以是之故，梵殃自受子母俱損。又閻浮提臨命終人不問善惡，我欲令是命終之人不落惡道，何況自修善根，增我力故。是閻浮提行善之人臨命終時，亦有百千惡道鬼神，或變作父母，乃至眷屬，引接亡人，令落惡道。何況本造惡者？世尊，如是閻浮提男子女人臨命終時，神色昏微，不辨善惡，乃至眼耳更無見聞。是諸眷屬當須設大供養，專讀專經，念佛菩薩名號。如是善緣，能令亡者離諸惡道，諸魔鬼神悉皆退散。世尊，一切眾生臨命終時，若得聞一佛名、一菩薩名，或大乘經典一句一偈，我觀如是輩人，除五無間殺害之罪，少少惡業合墮惡趣者，尋即解脫。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發如是大願，於生死中護諸眾生。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時，如莫退是願，總令解脫，永得安樂。鬼王白佛言：願不有慮。我不是仍念念擁護閻浮眾生，生時死時俱得安樂，但願諸眾生於生死時信受我語，無不解脫，獲大利益。而是佛告地藏菩薩：是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經百千身作大鬼王，於生死中擁護眾生，是大士慈悲願故，現大鬼身，實非鬼也。卻後過170劫，當得成佛，號曰無上如來，劫名安樂，世界名淨住，其佛壽命不可計劫。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議，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稱佛名號品第9。而是地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我今為未來眾生演利益事，於生死中得大利益，唯願世尊聽我說之。佛告地藏菩薩：汝今欲興慈悲救拔一切罪苦，六道眾生，演不思議事，今正是時，唯當速說，吾即涅槃，使汝早不是願，吾亦無憂現在未來一切眾生。地藏菩薩白佛言：世尊，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無邊身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暫身恭敬，即得超越40劫生死重罪。何況塑畫形象，供養讚歎，其人禍福無量無邊。由於過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號寶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一彈指頃，發心皈依，是人於無上道永不退轉。由於過去有佛出世，
號波頭摩聖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溺於耳根，是人當得遷返於六欲天中，何況至心稱念。由於過去不可說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獅子吼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一念皈依，是人得遇無量諸佛摩頂首基。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拘留孫佛。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至心瞻禮或復讚歎，是人於賢劫千佛會中為大梵王，得受上基。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毗婆尸。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永不墮惡道，常生人天受勝妙樂。由於過去無量無數恒河沙劫，有佛出世號寶勝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不竟不墮惡道，常在天上受勝妙樂。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寶相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生恭敬心，是人不久得阿羅漢果。由於過去無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號迦沙童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者，超100大劫生死之罪。由於過去有佛出世號大通山王如來。若有男子女人聞是佛名者，是人得遇恒河沙佛廣為說法，必成菩提。由於過去有淨月佛、山王佛、智勝佛、淨明王佛、智成就佛、無上佛、妙聲佛、滿月佛、月面佛，有如是等不可說佛。世尊現在未來一切眾生，若天若人，若男若女，但念得一佛名號，功德無量，何況多名。是眾生等生時死時，只得大利，終不墮惡道。若有臨命終人，家中眷屬乃至一人，為是病人高聲念一佛名，是命終人除五無間罪、餘業報等悉得消滅。是五無間罪雖至極重，動經億劫了不得出。成師臨命終時，他人為其稱念佛名，於是罪中亦漸消滅。何況眾生自稱自念，獲福無量，滅無量罪。普賢啟問，地藏宏開，三途六道絕塵埃。普廣問如來，受記十齋，接引上蓮台。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唐于田國三藏沙門實叉難陀譯。較量布施功德緣品第10。而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成佛威神從座而起，護貴合掌白佛言：世尊，我觀業道眾生較量布施，有輕有重，有一生受福，有10生受福，有100生1000生受大福利者，是事云何？唯願世尊為我說之。而是佛告地藏菩薩：吾今於忉利天宮一切眾會，說閻浮提布施較量功德輕重，汝當諦聽，吾為汝說。地藏白佛言：我兒是事願樂欲聞。佛告地藏菩薩：南閻浮提有諸國王、宰父大臣、大長者、大剎利、大婆羅門等。若遇罪下貧窮，乃至聾殘瘖啞、聾痴無目，如是種種不緣具者，是大國王等欲布施時，若能具大慈悲下心，含笑親手遍布施，或使人施，婉言慰喻，是國王等所獲福利，如布施百恒河沙佛功德之利。何以故？原是國王等於是最貧窮輩及不緣具者，發大慈心，是故福利有如此報。8000生中常得7寶具足，何況衣食受用。復此地藏，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佛塔子或佛形象，乃至菩薩聲聞辟支佛像，恭自營辦供養布施，是國王等當得三劫為帝釋身，受勝妙樂。若能以此福利回向法界，是大國王等於10劫中常為大梵天王。復次地藏，若未來世有諸國王至婆羅門等，遇先佛塔廟或至經像毀壞破落，乃能發心修補，是國王等或自營辦，或勸他人乃至8000人等布施結緣，是國王等8000生中常為轉輪王身。如是他人同布施者，8000生中常為小國王身，更能於塔廟前發回向心。如是國王乃及諸人盡成佛道，以此果報無量無邊。
復次地藏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見諸老病及生產婦女，若一念間具大慈心，布施醫藥飲食臥具，使令安樂，如是福利最不思議。100劫中常為淨居天主，200劫中常為六欲天主，不竟成佛，永不墮惡道，乃至8000生中已不聞苦聲。復次地藏若未來世中有諸國王及婆羅門等，能作如是布施，獲福無量，更能回向，不問多少，不竟成佛，何況釋梵轉輪之報？是故地藏普勸眾生當如是學。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是男子是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無法沙塵等許，所受福利不可為喻。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有是男子是女人，於佛形象、菩薩形象、辟支佛形象、轉輪王形象，布施供養得無量福，常在人天受勝妙樂。若能回向法界，是人福利不可為喻。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有是男子是女人，於大乘經典或聽聞一句一偈，發殷重心讚歎恭敬，布施供養，是人獲大果報無量無邊。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為喻。復次地藏若未來世中有是男子是女人，於佛塔子大乘經典生者布施供養瞻禮讚歎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毀壞者修補營理，或獨發心，或勸多人同共發心，如是等輩30生中常為諸小國王，檀越之人常為輪王，還以善法教化諸小國王。復次地藏未來世中若有是男子是女人，於佛法中所種善根，或布施供養，或修補塔子，或莊理經典，乃至一毛一塵一沙一涕，如是善事，但能回向法界，是人功德8000生中受上妙樂。如但回向自家眷屬或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即3生受樂，捨一得萬報。是故地藏布施因緣，其事如是。地神護法品第11。爾時堅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從昔來瞻視頂禮無量菩薩摩訶薩，皆是大不可思議神通智慧，廣度眾生。是地藏菩薩摩訶薩於諸菩薩誓願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如文殊普賢觀音彌勒，亦化8000身形度於六道，其願尚有不竟。是地藏菩薩教化六道一切眾生，所發誓願劫數如1,000,000,000億恒河沙。世尊，我觀未來及現在眾生，於所住處於南方清潔之地，以土石竹木作其庵室，是中能塑畫乃至金銀銅鐵作地藏形象，燒香供養瞻禮讚歎，是人居住即得10種利益。何等為10？一者土地豐揚，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亡生天，四者現存益壽，五者所求遂意，六者無水火災，七者虛耗辟除，八者杜絕惡夢，九者出入神戶，十者多遇聖因。世尊，未來世中及現在眾生，若能於所住處方面作如是供養，得如是利益。復白佛言：世尊，未來世中若有是男子是女人，於所住處有此經典及菩薩像，是人更能轉讀經典供養菩薩。我常日夜以本神力維護是人，乃至水火盜賊大橫小橫一切惡事悉皆消滅。佛告堅牢地神：如大神力，諸神少及，何以故？閻浮土地悉蒙雨護，乃至草木沙石稻麻竹葦穀米寶貝從地而有，皆因雨力。又當稱揚地藏菩薩利益之事，與之功德及以神通8000倍於上分地神。若未來世中有是男子是女人，供養菩薩及轉讀是經，但依地藏本願經一事修行者，予以本神力而擁護之，或令一切災害及不如意事切聞於耳，何況領受？非但如獨護是人故，亦有釋梵眷屬、諸天眷屬擁護是人。何故得如是聖言擁護？皆由瞻禮地藏形象及轉讀是本願經故，自然不竟出離苦海證涅槃樂，以是之故得大擁護。見聞利益品第12。
而是世尊從頂門上放8000萬億大毫相光。所謂白毫相光、大白毫相光、穗毫相光、大穗毫相光、玉毫相光、大玉毫相光、紫毫相光、大紫毫相光、青毫相光、大青毫相光、碧毫相光、大碧毫相光、紅毫相光、大紅毫相光、綠毫相光、大綠毫相光、金毫相光、大金毫相光、慶雲毫相光、大慶雲毫相光、千輪毫光、大千輪毫光、寶輪毫光、大寶輪毫光、日輪毫光、大日輪毫光、月輪毫光、大月輪毫光、宮殿毫光、大宮殿毫光、海雲毫光、大海雲毫光，於頂門上放如是等毫相光耳，出微妙音告諸大眾天龍八部人非人等，聽吾今日於忉利天宮稱揚讚歎地藏菩薩於人天中利益等事，不思議事，超勝恩事，正十地事，不境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事。說是與時，會中有一菩薩摩訶薩名觀世音，從座而起，護貴合掌白佛言：世尊是地藏菩薩摩訶薩，具大慈悲憐憫罪苦眾生，於千萬億世界化千萬億身，所有功德及不思議威神之力。我聞世尊與十方無量諸佛異口同音讚歎地藏菩薩宏，正使過去現在未來諸佛說其功德猶不能盡。向者又蒙世尊普告大眾，欲稱揚地藏利益等事，唯願世尊為現在未來一切眾生稱揚地藏不思議事，令天龍八部瞻禮獲福。佛告觀世音菩薩：汝於娑婆世界有大因緣，若天若龍若男若女若神若鬼，乃至六道罪苦眾生，聞如名者，見如形者，念慕汝者，讚歎汝者，如是諸眾生於無上道必不退轉，常生人天具受妙樂，因果將屬如佛受記。如今具大慈悲憐憫眾生及天龍八部，聽吾宣說地藏菩薩不思議利益之事，汝當諦聽，吾今說之。觀世音言：唯然世尊願樂欲聞。佛告觀世音菩薩：未來現在諸世界中有天人受天福盡，有五須相現，或有墮於惡道之者。如是天人若男若女當現相時，或見地藏菩薩形象，或聞地藏菩薩名一瞻一禮，是諸天人轉增天福，受大快樂，永不墮三惡道報。何況見聞菩薩以諸香花衣服飲食寶貝瓔珞布施供養，所獲功德福利無量無邊。復次觀世音，若未來現在諸世界中六道眾生臨命終時得聞地藏菩薩名一聲溺耳根者，是諸眾生永不歷三惡道苦。何況臨命終時，父母眷屬將是命中人，舍宅財物寶貝衣服塑畫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終之時眼耳見聞，知道眷屬將舍宅寶貝等為其自身塑畫地藏菩薩形象。是人若是業報合受重病者，成施功德，尋即隨遇，壽命增益。是人若是業報命盡，應有一切罪障業障合墮惡趣者，成施功德，命終之後即生人天，受勝妙樂，一切罪障悉皆消滅。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男子女人，或乳哺時，或3歲、5歲、10歲以下，亡失父母及亡失兄弟姊妹，是人年紀長大，思憶父母及諸眷屬，不知樂在何趣，生何世界，身何天中。是人若能塑畫地藏菩薩形象，乃至聞名一瞻一禮，1日至7日莫退初心，聞名見形瞻禮供養。是人眷屬假因業故墮惡趣者，計當劫數成施男女兄弟姊妹，塑畫地藏形象瞻禮功德，尋即解脫，生人天中受勝妙樂。是人眷屬如有福力以生人天受勝妙樂者，即成施功德轉增聖恩，受無量樂。是人更能3、7日中一心瞻禮地藏形象，念其名字滿於萬遍，當得菩薩現無邊身。據告是人眷屬生界，或於夢中菩薩現大神力，親領是人於諸世界見諸眷屬，更能每日念菩薩名1000遍，至於1000日。是人當得菩薩顯所在土地鬼神終生維護，
現世衣食豐溢，無諸疾苦，乃至橫事不入其門，何況及身？是人不竟得菩薩摩頂受記。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發廣大慈心救度一切眾生者，欲修無上菩提者，欲出離三界者，是諸人等見地藏形象及聞名者，至心歸依，或以香花衣服寶貝飲食供養瞻禮，是善男女等所願速成，永無障礙。復次觀世音，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求現在未來8000萬億等願，8000萬億等事，但當歸依瞻禮供養讚歎地藏菩薩形象，如是所願所求悉皆成就。復願地藏菩薩具大慈悲，永擁護我。是人於睡夢中即得菩薩摩頂受記。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善男子善女人，於大乘經典深深珍重，發不思議心，欲讀欲誦，誦如名師，教示令熟，傳得傳忘，動經年月不能讀誦。是善男子等有宿業障未得消除，故於大乘經典無讀誦性。如是之人聞地藏菩薩名，見地藏菩薩像，具以本心恭敬陳白，近以香花衣服飲食一切玩具供養菩薩，以淨水一盞，經一日一夜安菩薩前，然後合掌請服，回首向南，臨入口時至心靜重，服水既不慎五身酒肉邪淫妄語及諸殺害。17日或37日，是善男子善女人於睡夢中具見地藏菩薩現無邊身，於是人處受灌頂水，其人夢覺即獲聰明，應是經典一粒耳根，即當永記，更不忘失一句一偈。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諸人等衣食不足，求者歪願，或多病疾，或多空虛，家宅不安，眷屬分散，或諸橫事多來五身，睡夢之間多有驚怖。如是人等聞地藏名，見地藏形，至心恭敬，念滿萬遍，是諸不如意事漸漸消滅，即得安樂，衣食豐溢，乃至於睡夢中悉皆安樂。復次觀世音菩薩，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或因自身，或因公司，或因生死，或因急事，入山林中過渡河海，乃及大水，或經險道，是人先當念地藏菩薩名萬遍，所過土地鬼神衛護，行住坐臥永保安樂，乃至逢於虎狼獅子，一切毒害不能損之。佛告觀世音菩薩，是地藏菩薩於閻浮提有大因緣，若樹於諸眾生見聞利益等事，8000劫中說不能盡。是故觀世音予以神力流布是經，令娑婆世界眾生8000萬劫永受安樂。爾時世尊而說偈言：吾觀地藏威神力，恒河沙劫說難盡。見聞瞻禮一念間，利益人天無量事。若男若女若龍神，報盡應當墮惡道。至心歸依大士身，壽命轉增隨序章。少失父母恩愛者，未知雲神在何趣。兄弟姊妹及諸親，生長以來皆不識。或索或獲大士身，悲念瞻禮不暫捨。37日中念其名，菩薩當然無邊體。是其眷屬所生界，眾墮惡趣尋出離。若能不退是初心，即獲摩頂受勝記。欲修無上菩提者，乃至出離三界苦。是人既發大悲心，先當瞻禮大士像，一切諸願速成就，永無業障能遮止。有人發心念經典，欲渡群迷超彼岸，雖立是願不思議，船讀船亡多費失。斯人有業障域故，於大乘經不能記。供養地藏以香花衣服飲食諸玩具，以淨水安大士前，一日一夜求服之。發因重心神五身，酒肉邪淫及妄語，37日內勿殺害。至心思念大士名，即於夢中見無邊，過來便得利根耳。應是經教歷耳聞，千萬身中永不忘。以是大士不思議，能使斯人獲此位。貧窮眾生及疾病，家宅空虛眷屬離。睡夢之中悉不安，求者歪為無清水。
至心瞻禮地藏像，一切惡事皆消滅。至於夢中盡得安，衣食豐饒神鬼護，欲入山林及渡海，毒惡禽獸及惡人、惡神惡鬼並惡風，一切諸難諸苦惱，但當瞻禮及供養地藏菩薩大士像，如是山林大海中，應是諸惡皆消滅。觀音至心聽悟說，地藏無盡不思議，百千萬劫說不周，廣宣大士如是力。地藏名字人若聞，乃至見像瞻禮者，香花衣服飲食奉，供養百千壽妙樂。若能以此回法界，不竟成佛超生死。是故觀音汝當知，普告行沙諸國土。囑累人天品第13。爾時世尊舉金色臂，右摩地藏菩薩摩訶薩頂，而作是言：地藏地藏，汝之神力不可思議，汝之慈悲不可思議，汝之智慧不可思議，汝之辯才不可思議，正使十方諸佛讚歎宣說，汝之不思議事，千萬劫中不能得盡。地藏地藏，既吾今日在忉利天中，於百千萬億不可說不可說一切諸佛菩薩天龍八部大會之中，在以人天諸眾生等未出三界在火宅中者，付囑於汝，無令是諸眾生墮惡趣中一日一夜，何況更落五無間及阿鼻地獄，動經千萬億劫，無有出期。地藏是南閻浮提眾生智性無定，習惡者多，縱發善心，須臾即退。若遇惡緣念念增長，以是之故，吾分是形，百千億化度，隨其根性而度脫之。地藏吾今殷勤以天人眾付囑於汝，未來之世若有天人及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種小善根，一毛一塵一沙一蒂，予以道力擁護是人，漸修無上，勿令退失。復至地藏未來世中，若天若人隨業報應，落在惡趣，臨墮趣中，或至門首，是諸眾生若能念得一佛名、一菩薩名、一句一偈大乘經典，是諸眾生予以神力方便救拔，於是人所現無邊身，為碎地獄顯靈生天，受勝妙樂。爾時世尊而說偈言：現在未來天人眾，吾今殷勤付囑汝，以大神通方便度，勿令墮在諸惡趣。爾時地藏菩薩摩訶薩護具合掌白佛言：世尊，唯願世尊不以為慮。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於佛法中一念恭敬，我亦百千方便度脫是人於生死中速得解脫。何況聞諸善事，念念修行，自然於無上道，永不退轉。說是語時，會中有一菩薩名虛空藏，白佛言：世尊，我自至忉利，聞於如來讚歎地藏菩薩威神勢力不可思議。未來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乃及一切天龍，聞此經典及地藏名字，或瞻禮形象，得幾種福利，唯願世尊為未來現在一切眾等略而說之。佛告虛空藏菩薩：諦聽諦聽，吾當為汝分別說之。若未來世有善男子善女人，見地藏形象及聞此經，乃至讀誦香花飲食衣服珍寶布施供養讚歎瞻禮，得28種利益。一者天龍護念，二者善果日增，三者集聖上因，四者菩提不退，五者衣食豐足，六者疾疫不臨，七者離水火災，八者無盜賊厄，九者人見欽敬，十者神鬼助持，11者女轉男身，12者為王神女，13者端正上好，14者多生天上，15者或為帝王，16者宿智明通，17者有求皆從，18者眷屬歡樂，19者諸橫消滅，20者業道永除，21者去處盡通，22者夜夢安樂，23者先亡離苦，24者宿福受生，25者諸聖讚歎，26者聰明利根，27者瑤池敏心，28者不竟成佛。復至虛空藏菩薩，若現在未來天龍鬼神聞地藏名禮地藏形，
或聞地藏本願示行讚歎瞻禮，得7種利益：一者速超聖地，二者惡業消滅，三者諸佛護臨，四者菩提不退，五者增長本力，六者宿命皆通，七者畢竟成佛。而是十方一切諸來不可說諸佛如來及大菩薩、天龍八部聞釋迦牟尼佛稱揚讚歎地藏菩薩大威神力不可思議，歎未曾有。是時忉利天與無量香花天衣諸應供養釋迦牟尼佛及地藏菩薩已，一切眾會屈服瞻禮，合掌而退。地藏本誓較量經，因龍殘陰啞是前身，今生奉大成，福利無窮，決定保連身。滅罪真言：離婆離婆帝，求阿求阿帝，陀羅尼帝，尼阿羅帝，毗黎尼帝，摩訶迦帝，真靈乾帝，娑婆訶。離婆離婆帝，求阿求阿帝，離婆離婆帝，求阿求阿帝，陀羅尼帝，尼阿羅帝，毗黎尼帝，摩訶迦帝，真靈乾帝，娑婆訶。離婆離婆帝，求阿求阿帝，陀羅尼帝，尼阿羅帝，毗黎尼帝，摩訶迦帝，真靈乾帝，娑婆訶。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藥師琉璃光佛。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南無護法尊天偉陀菩薩。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Buddham saranam gacchami, Dhammam saranam gacchami, Sangham saranam gacchami.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sambuddha.